我就話咁我哋睇一蘋果咁樣。係。咁我問小朋友做乜坐喺度唔食啊？個小朋友就話：蘋果唔係一粒粒嘅咩？因為放咗切粒。冇錯啦，原來佢好少可咧係會就咁拎咗蘋果嚟食嘅。咁即係話平時我哋嘅家長其實都可以嘗試俾小朋友試下，自己接觸諗辦法點去食個生果。亦都可以訓練到佢獨立啦。係啦，咁呢個時間咧，我哋亦都請埋我哋另外一位評判李亞男姐姐上嚟先。咁李亞男姐姐係絕對冇問題啦，因為佢中意做家務啊。咁而頭先咧，即係睇到我哋嘅9位參賽者同埋後尾嘅嗰4位參賽者嘅表現咧，不如2位評判都逐一講下。李亞男姐姐，你覺得點樣啊？我覺得佢哋真係嗰個落力嘅程度啊，可以話係超過10分咯。超過10分嘅，10比11、12分㗎。OK，咁阿林 Sir 覺得咧？如果我太太可以做晒剛才佢哋做過啲家務咧，咁就俾你攰啦。佢哋做得非常之好。係啊，我都覺得佢哋都相當之努力，因為其實小朋友可能都好有好奇心，你教佢嘅嘢佢都好想做啊，咁樣啦。